因為一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，上個星期二晚位於觀塘區工廈嘅獨立音樂演出場地 Hidden Agenda 被食環署同地政總署嘅職員放蛇突擊搜證。根據香港法律第172章公眾娛樂場所條例，任何場地舉辦如音樂會、放映會或設遊戲機等娛樂節目或設施，無論收取入場費與否，都需要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或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。連黎明同 Yoshiki 開音樂會都拎唔到嘅牌照，到底有幾難拎呢？現時除咗戲院同劇院之外，香港只有135個場地有娛樂牌，當中有80個係冒險樂園、真開心樂園等遊樂場，而貼近 live house 形式嘅場地只有3個。有業界人士指，申請一個娛樂牌所花費嘅人力同財力好大，而且並不一定會成功，因為整個審批過程涉及嘅政府部門眾多，包括消防、地政、屋宇署、規劃署等等，只要有任何一方提出反對嘅理由，牌照都唔會批。以 HA 為例，佢哋位於觀塘區嘅工廈，地契定明咗場地唔能夠進行非工業用途，最理想嘅解決方法係直接更改地契。業主首先要獲整棟工業大廈100%嘅業主贊成放棄工業用途，再俾一大筆錢更改地契。但要一致獲得通過並唔容易㗎。喺活化工廈政策底下衍生嘅荔枝角 D2 Place、觀塘 The Wave 與荃灣南豐紗廠等，都係由大業主首先收購咗整棟物業，再更改土地用途。就算成功更改地契，都唔代表一定能夠申請到娛樂牌㗎。食環署亦都可以要求場地進行昂貴或者難以應付嘅改善工程，而且租約完結之後 HA 嘅業主亦都有權唔再續約，隨時俾咗百幾萬出去都要再搬場地。呢一個險值唔值得冒呢？另一個方法可以到分區地政署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No Objection Letter， 由地政署嘅高級測量師衡量單位能否只作輕微嘅改動就獲得豁免。但係測量師嘅準則咧係唔會公開㗎，因為法庭嘅判決曾經講過，地政總署需要維護政府作為大地主嘅權益，所以無需要跟行政機關一樣有公平公開嘅透明度。有資深大律師亦都話，若果政府只係准許某部分工廈做娛樂場地，隨時引起既得利益者如現有嘅戲院同劇院不滿，點解佢哋要喺商廈度捱貴幾倍嘅租金，但係 HA 就有豁免權呢？各個部門因而互相推卸責任，食環話只係執法發牌，地政話只係管地契，規劃署話只係管城市設計。最理想嘅就係 HA 唔希望你哋再繼續經營落去，或者搬去商廈繼續營業，但到時又有冇資金嗌貴幾倍嘅租金呢？ HA 除咗係一個表演嘅場地，更加係獨立音樂文化嘅地標。只要政府推動政策，令呢一類嘅 live house 喺安全嘅情況底下，於工廈享有豁免權，其實長遠係有助香港嘅文化發展。但從現時政府嘅處理方式，根本係忽視緊獨立音樂嘅價值。